你嘅保單唔只係一份資產，仲係延續你對摯愛嘅一生承諾。無論你想留俾子女抑或孫仔女，年齡從此唔再成為你規劃財富傳承嘅限制。保誠指定保險計劃提供市場上最全面嘅保單暫託人選項，俾你預先委任你嘅未成年後代為後備嘅保單持有人，喺你身故或因受保疾病失去行為能力時，無縫接管保單。除咗揾啱人，我哋明白揾啱時間交接都相當重要。太早會擔心佢哋未夠成熟去管理財產。透過保單暫託人選項，你同時委任一位信任嘅保單暫託人，按你指定嘅有限權利暫時管理保單。等你委任嘅後備保單持有人達到你揀選嘅日期、年齡或經歷人生事件嘅時候，先由佢哋去完全接管，真正幫你嘅保單存得合適、接得合時。60歲嘅 Jack 第一次做爺爺，見證孫仔 David 出世嘅時候，就決定好要俾佢最好嘅未來。於是 Jack 投保其中一份指定嘅保誠儲蓄保險，穩妥累積財富之餘，即使佢日後不幸離世， David 都可以無縫接管保單，保障未來生活。雖然孫仔 David 得1歲， Jack 已經可以運用計劃嘅保單暫託人選項，靈活咁委任佢做保單嘅後續持有人，而不受年齡限制，並選擇當孫仔年滿30歲或結婚嘅時候，先全面接管保單，足以成熟接掌財富。同時 ，Jack 亦委任仔仔 Paul 做保單暫託人，並授予有限嘅保單權利，一來保護保單免被濫用，二來就算 Jack 不幸過身，孫仔未有能力接手財富， Paul 都可以暫時接管保單。喺孫仔 David 11歲嘅時候，爺爺 Jack 不幸離世， Paul 作為保單暫託人，暫時接管保單。期間 Paul 亦按照 Jack 授予嘅保單權利，提取部分保單價值，支持 David 嘅生活同教育開支。David 喺28歲結婚，邁向人生新一頁。由於觸發人生事件， David 會取代爸爸 Paul 成為新嘅保單持有人，並擁有完整保單權利，為未來家庭籌劃幸福。保誠為你提供市場上最全面嘅保單暫託人選項，令你嘅保單無間延續，存得合適，接得合時。